杨将军，我们若再不进去，皇后娘娘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我比你更急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一切皆因你而起。当初若没有你，华元又怎会与我反目成仇？就是现在，准备配合小王子。这是佛祖。丞相快走！大圣城防都被调包了。陆渊中剑本就是计谋中的一环，